各位同修，末學係陳雲。最近呢，印尼巴厘島旅遊局嘅官方網站宣布呢，係禁止月經期間嘅女性遊客進入個寺廟。呢項禁令呢係根據傳統信仰嘅喎，係認為女性經期呢係會出血嘅，進入寺廟呢就會使到寺廟係唔乾淨咁講。寺廟係咪會怕血污嘅呢？如果人都唔怕，咁點解神仙會怕嘅呢？簡單嚟講，大神同大佛呢係唔怕血污嘅，小神小仙、鬼仙甚至係精靈呢就怕血污啦。大嘅寺廟呢，除咗供養大神之外呢，亦都會供養小神小仙嘅。譬如華人寺廟好多都有土地啦、白虎啦，或者係十方孤魂嘅牌，有啲呢係幫助啲大神嘅，譬如土地公、白虎嗰啲，有啲揾嚟佈施功德嘅，譬如話十方孤魂嘅牌位。呢啲小神小仙呢，同埋精靈呢、鬼魂之類呢，係驚血污嘅，故此有時啲寺廟呢，就提醒婦女喺經期嘅期間呢，就唔好入廟啦。究竟係咪咁嘅呢？呢啲嘢我諗都困惑咗好多人，尤其是係信奉佛道嘅女性。我今次呢係會用好透徹嘅道理呢，係講一啲佛教同道教嘅教義俾大家聽，特別係道教嘅教義同埋考證呢，喺其他地方冇咁容易揾到嘅。首先講一啲大神大佛嘅例子。喺2008年5月12號，四川汶川呢係發生大地震，有間醫院嘅副院長呢係因為要緊急撤離啲病人，特別係啲婦產科入邊待產嘅婦女呢，就冇乜地方去，而且間醫院嘅設備係損毀得好嚴重。佢忽然間諗起呢附近嘅羅漢寺應該就安全。於是就派人去聯絡羅漢寺，羅漢寺嘅主持呢就二話不說，就即刻安置咗佢哋喺寺廟入邊，地方唔夠呢，就喺外邊搭啲帳篷。後來呢，羅漢寺嘅主持係接受訪問，就問點解會接納女人入去嘅呢？而且有血污嘅產婦呢？羅漢寺嘅主持呢係講咗啲好簡單嘅道理，就係佛門係唔能夠見死不救嘅。咁呢個就係直心是道場啦，或者平常心是道。呢件事呢，後來係拍成電影嘅。大神大佛修行得道，自然就唔怕血污啦。咁點解小神同埋啲精靈、鬼魂之類係怕血嘅呢？我哋要返去中國古代嘅巫教嘅傳統。中國古代呢係有血祭嘅。咁譬如用生嘅牛嚟祭皇天上帝，或者用牛血嚟到祭祀。民間呢就簡單啲，就用雞血嚟到拜天公嘅。道士作法呢，有時亦都會喺雞冠，即係紅雞嘅雞冠嗰度呢，係刮少少血出嚟做法事，又或者喺黑狗嗰度攞啲血出嚟係破人哋啲法，因為血係有法力嘅。咁女人呢本身係有經血㗎嘛，男人啊當然冇啊。男人要血呢，就只能夠係拮自己手指頭攞少少血，又或者係喺動物嗰度刺穿少少攞啲血嚟用。譬如以前大嶼山寶蓮寺嘅聖一老和尚呢，係曾經係刺血嚟到寫《金剛經》嘅，顯示敬拜佛陀嘅誠意同埋修行嘅決心。用咗血嘅祭祀呢，係更加係有法力。所以喺古代呢，喺巫術嗰度呢，女人做巫師係比起男人呢係更加有法力嘅。所以一般男人係唔會教女人巫術，甚至道術都會唔教嘅，否則呢就難以駕馭啊。徒弟就叻過師傅啦。喺舊年11月呢，香港係上演一套電影叫《破地獄》，其中一幕呢，就係阿文哥個女文月係好崇拜佢爸爸嘅，係想學法事，
但文哥就唔俾佢學。30年來都係話女人有月經啊、污糟啊、祖師爺唔中意啊咁。呢句説話咧係成為網絡界嘅 meme 圖嘅，特別係祖師爺唔中意呢句嘢。喃嘸咧就係傳男唔傳女，呢種規矩咧就令到文哥個女咧耿耿於懷。到文哥去世之後，文月咧先至破例為佢個亡父咧係做咗一次破地獄嘅法事。套電影咧當然係唔會詳細辯論啊，民間道教應唔應該係打破女性做法事嘅禁忌，而只係喺文哥去世之後咧，道生咧同意文月係按照文哥嘅遺願着起道袍係做破地獄嘅儀軌，係引領佢個亡父咧係脫離九幽地獄嘅。破地獄呢種法事咧係源自佛教嘅目連救母嘅故仔嘅。咁當然啦，文哥喺套戲入邊個壽數都過咗60，而且佢係壽終正寢嘅，並非係死於非命。平生咧亦都冇做咩虧心事，按照道理咧就唔使破地獄嘅。不過咧就為咗電影劇情要做啲感情嘅衝突戲咧，就安排咗破地獄個幕，而且係揾佢個女嚟做。文哥咧就用遺願還咗個女嘅心願俾個女咧係為佢做咗一場私人嘅法事，但係就冇授權到佢係成全嘅衣缽，所以呢套戲咧其實都係冇咩女權思想喺度啊。喺套戲入邊，文哥個女可以做法事咧，係因為佢爸爸係吩咐佢，佢係用盡孝孝道嘅理由咧而做呢場法事，就好似傳統中國嘅花木蘭故仔咁樣發生喺南北朝嘅花木蘭故事。代父從軍又或者唐朝嘅薛平貴喺番邦娶翻嚟嘅側室，即係二奶西涼國嘅公主代戰公主亦都係代佢爸爸或者係代佢嘅夫婿出征嘅。喺北宋韓世忠嘅繼室梁紅玉咧就為父出戰，亦都係北宋咧將軍楊業嘅12個寡婦就代夫出戰稱之為楊門女將尤其是楊六郎死咗之後，楊家咧就係男丁凋零啦。但係當時咧西夏係反宋嘅，侵犯宋朝，唯有係寡婦出征。呢啲咧都係女人可以作戰但係一係為咗盡孝，一係咧就係代父或者係代夫嚟到係出戰。喺中國文化嘅傳統故事嚟睇咧，其實喺破地獄嗰套戲入邊，文哥個女係幫佢嘅亡父招魂超度咧，其實係從父之命嘅，係並冇係為一切女子有權去做法事呢種平權嘅思想。香港喺過去3年嘅防疫期間當然係冇嘢揾嚟做嗰種防疫啦，又唔准探病，又唔准嗰啲所謂 COVID-19嘅死者個遺體咧，又唔准化妝甚至好多喪禮都係草草了事冇做到正式嘅禮儀。期間咧，好多人都係心急嘅，意難平故此破地獄呢套戲咧，入邊有一啲感情嘅成分可以幫我哋係宣泄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佢究竟做唔做到平權或者釋懷咧，就言過其實啦。始終呢一套係商業嘅製作，有煽情嘅成分。點解我會喺呢套戲公映咗成半年之後先至評論呢？亦順便係講講，首先呢，我嘅評論呢係冇特別迫切嘅公共利益喺度，唔係一定要馬上公開評論嘅。呢套戲公映咗咁耐，連導演嘅版本都公開埋啦。我依家評論呢，大概就唔會影響佢嘅票房，即使少少影響都唔會有啦。我係支持香港電影嘅，希望呢所有投資者呢都
都可以賺到盡。但係呢套電影帶出南柯先生全男不全女呢種爭議咧，係值得討論嘅，因為佢有長久嘅意思，亦係宗教研究或者我嘅專長即係民族學嘅研究嘅一個範圍嚟。南柯道士係咩嚟咧？佢係屬於民間嘅道教，有時叫火居道士啊，即係住喺民宅入邊啊。民宅會生火煮食嘅，所以叫火居道士。佢就唔係制度化嘅正統道教嚟啊，譬如話正一派啊、全真派或者茅山派等等。佢亦都唔係一啲隱居閉關啊，一心修煉成仙嗰種內丹嘅練法，係屬於民間法脈唔明顯嘅道教。按照科儀同埋佢嘅真言咒語咧，佢係屬於正一派嘅世俗化。佢嘅超度方法咧，就由佛教嘅教義入咗漢土之後演化而成，特別係目連救母嘅故事。南柯咧係有家庭嘅傳承，亦都有師徒嘅傳承。但即使係師徒傳承咧，亦都係屬於比較隱蔽嘅，唔係人人都可以學法，要熟人介紹啊，而且係熟人多數要有親戚嘅關係先至可以入門嘅。呢個咧就係南柯先生同正統嘅道教嘅不同之處啦。講到呢度咧，大家好可能係恍然大悟啊！原來正統道教咧係有女道士嘅，但南柯先生咧就冇女人做嘅，係因為傳承嘅方法唔同。正統道教咧係公開傳法嘅，而南柯咧就係家庭傳承或者親屬之間傳承。好多時係同一個姓氏之間傳承，於是咧正統道教咧就有女道士、女真人，但南柯咧就全男不全女啦。喺漢傳嘅佛教咧係有尼姑嘅，咁正統嘅道教咧一向都有女道士，稱為女真或者女官，佢哋係可以參與念誦儀軌嘅。而喺道教嘅內丹派咧，即係修煉成仙嗰種啊，更加係女仙輩出。譬如我哋熟悉嘅八仙咧，其中有一個女人就係何仙姑啦，可以見到道教嗰種平等思想。而全真派嘅七子全真七子咧，入邊有孫不二道姑亦係修煉成仙嘅。呢度簡單講講內丹嘅道理，同埋點解內丹入邊會有女道士、女真人女仙姑嘅咧？就係男人練內丹咧，就係練精化氣啊；女人練內丹咧，可以用練精化氣，又可以用練血化氣，兩個方法，比男人咧係容易嘅。成仙咧，亦都係快捷好多。男人練功咧就會引起亢陽，我哋今日叫做性慾亢進啦。而虛耗精氣嘅女人咧就唔會因為練功咧係產生亢陽而損耗真氣，故此咧女人練功唔單止係快咧，而且仲係比較安全嘅。只不過咧係掌握咗口訣嘅道士咧係好少願意係教女人，因為男人咧係見到女人練功比自己更快成功咧，個心應該唔係好服氣嘅。